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南新化朝天宫妈祖庙，昨联合着在地7间的庙师做中原公谱发挥。这个7间庙师依照着传统的礼俗，准备青草祭品来招待着好兄弟啊。尤其是太子宫祭拜的祭品，是由信众轮流抽签决定的。 台南新化朝天宫联合在地7间庙，有上帝庙、清水寺观音亭、太子宫、天坛护安宫、武安宫，伫庙埕进行中原公谱的发挥。伫公谱会场，会当看到7间庙依照传统的礼俗，准备丰富祭品、甲古董的器具，以及12项生活用品，有器皿啊。 胭脂、香水等等物件，要来招待好兄弟。而且，各间庙所传的祭品、甲器具，拢特别讲究。尤其是太子宫祭拜祭品，是由信众轮流抽签决定的。就是阮从古早咧，就拢有写起来，讲看要用啥物物件，啊照古早咧落来安尼，啊照抽，看你今年抽无啥物货，啊就用啥物货安尼。拜拜供品就是国遮信众来抽考，你抽到虾啊。 爱抽到鱼，抽到地心，照迄个抽的方式来拜。新华朝天宫表示讲，当年农历7月26中昼1点开始进行7庙公谱的祭典发挥，这个传统的习俗已经流传100多年啊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